来这个风台的外围环流加上东北季风，伫个北部是变大雨，伫个中部沿海地区是来透超大风，嘛造成着袂少的灾情。像伫个苗栗火车头的东站，有一大片的壁，雨风吹甲落去，这个宣召级的立建局就安尼毁掉了。这个彰化鹿港的风原来真透，广播电台也发射塔，互强风吹甲歪去，阁有路树倒去，甲车地害。气象局来提醒，虽然风台离开了，但是东北季风也会愈来愈强，乡亲出门要特别注意。半暝3点外，苗栗火车头的壁雨风吹来。因为年少风台和东北季风影响，中台湾线强风车站的壁雨风吹来，一透早要上班的民众真细致，车头嘛派人来指引。然后把这个吹成这样。为了避免旅客受伤，站方嘛赶紧处理。封锁线先拉起来，那禁止这个人接近。那我们也应对措施，就是说我们先由我们的1楼的那个临时的出口，现在就是变成双向，那请旅客进站之后，再到3楼去刷卡这样。风真透的所在，阁有中央广播电台鹿港分台北天线区的铁塔，17号摇过啊好好，尾仔嘛都因为风伤透，过塔歪去，看得出风势真强。下到迄桥顶拢无啥加起来，拢咁要倒。另外，伫丰原伦德宫做招待店现场真凄惨，鹿港文武庙和彰化师大头前的宝山路树仔嘛，拢互风吹甲倒去。鹿港海边啊，风影真大，真侪船无法度出海。台中后里嘛有一丛树仔，互风吹甲倒去，讲到路边车辆的挡风玻璃。工作人员上机啊，甲树壳锯掉，才清抢通道路。这树仔进前的一点也无放放啊，在之前台风的时候已经有来倒一次了。那时候就跟他们建议说，是不是要锯掉？结果他不理呀。沿海民众拢真有感觉，气象局针对台南以北发布强风特报。林沙台风大概慢慢远离以后，它的外围环流对我们的影响比较小。这个到22号，我们可能大概东北季风还会再增强。气象局表示，沿海地区平均风速有6-7级，风阵上强会有10级，提醒民众出外拢爱特别注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